太普也最后师傅人家是得讲提央政府嘅特色下本人拆黑，也是行路线啊提大家路上台北来抗议嘅时节度。民进党立委5人正路批评讲，央政府就算系执行公强力，不过按你嘅做法就算合法，也会本人告罪。其实早提2礼拜以前，苗栗央政府路轨道通作，先系抢下仁爱路、公益路嘅路权，里面又透过等广告按你嘅方式，想要争取社会认同同舆论的支持。我先提基本嘢来插握，也个院长刘振峰强调，完全系为操作去减少社会成本。伊也讲，也系挺好嘅时机。300公里进驻中药风险，礼拜无拄到提到嘅主动，引致包括木酒、彭小泉在内嘅持救会支持团体做下上北总统府抗议，根本无想到县政府会脱离嘅细节来插播。那我不知道刘正宏他们存的是什么心，今天要来拆迁，又要来开记者会，我觉得他就是公然的跟所有的人民挑战。面对批评，苗栗县长刘进鹏强调，头2年是考虑到减少空政压力同社会成本支出，来避免插手嘅细节向前促商。以后我们就降低社会成本，那也减少这个对抗啊，减少流血事件。这样向来没有讲说我不拆啊，我向来就讲的一定要拆啊。既然部队离开的话，那刚好就是我们要可以这个就要好好进去监。另外，回顾苗栗县政府过去2个礼拜嘅通作，一场太细嘅款出插播嘅时机。今日初5，副总统吴敦义消息行政长龚义发苗栗县长刘进鹏来参详太部嘅改革方案，先比喺度只有独立会建议来判理安尼嘅结论。另外时间，苗栗县政府更加强落中南仁爱路、公益路口2个礼拜嘅路权，先比期限拄好10天工。韩国支持开发嘅里长意见一条，係拄好係拖拖路權到期前，上北期盼記者會，警方雙方嘅支持團體同台北相爭，美國縣政府嘅插手採取宣示真久插播。有權立場唔都愛同民眾溝通，你家哈是變成講真呀得啥謀財趁虛而入，你再怎麼樣有理，你都說不過去。你難道苗栗縣真的要變成文林縣第2嗎？韓國嘅是媒體嘅焦點，差唔多完全受聽到軍中苦土士兵嘅醜聞，天時體力人和日本看起來像係特色嘅強插，加添氣氛，又經過詳細計劃嘅感覺。客家新聞方權分了記者，綜合報道。